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或者服務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、YouTube 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我哋今日就教大家點樣可以用零成本做到呢個自然排位。Google 同 YouTube 帶嚟係300幾萬嘅搜尋，係講緊每1分鐘。我哋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個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 ，Google 查詢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，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，係每1分鐘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我哋點樣可以脫穎而出呢？我哋試一組關鍵詞 ，Totally Hipsters 係我哋關聯嘅一個產品，我哋全球排位第一，喺163萬個頁面裏邊，我哋全球排位第一。個重點在於 Google 喺下邊為我哋帶嚟咗2個簡易搜尋冠名排位。呢2個簡易搜尋冠名排位為我哋帶嚟外聯有2萬、3萬，總數帶嚟3萬個關聯連接，令到我哋喺行業裏邊嗰個權威喺關鍵詞裏邊個權威增加咗。因為我哋個外聯比較多。而我哋啲外聯大部分都係嚟自 YouTube 呢個平台，呢啲外聯喺不同嘅情況之下、不同嘅時間，佢都會為我哋帶嚟流量、帶嚟訪問。基本上喺海外喺呢個行業做緊嘅朋友，佢要採購呢個設備，佢都係要打呢個關鍵詞 Totally Hipsters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大部分嘅朋友都係睇緊由我哋提供嘅視頻，去了解呢個行業裏邊嘅印花機嘅設備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確確實實喺全球裏邊，我哋有一個好優越嘅位置。我哋再翻去 Google 視頻嘅頁面睇下，去到視頻嘅頁面10個連接裏邊，我哋基本上發現咗8個，多咗競價廣告。第2頁都係一樣，多咗競價廣告。第3頁個情況都係一樣，又係多咗競價廣告。第4頁、第5頁。第6頁、第7頁，去到第7頁，我哋嗰個優勢都係存在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海外嘅朋友確確實實，佢個選擇唔多，佢哋都係睇緊由我哋提供嘅視頻。我哋講 video marketing， 佢個優勢，佢個優勢係在於佢可以喺一個動態，喺一個全360度個角度裏邊，去透視到我哋嘅產品。透視到我哋嘅設備，可以喺海外客商面前一一展示出嚟，令到海外客商佢無需要長途跋涉坐飛機嚟參觀展覽會，或者嚟我哋工廠睇，佢就可以好直接，無需要預約嘅情況之下，去睇到我哋嘅視頻。因為我哋啲視頻係冇經過刪剪，係用好簡易嘅情況之下去拍攝出嚟，人客覺得比較真實。讓佢可以喺海外無需要長途跋涉就可以了解到呢個事，了解到我哋嘅設備。因為今日 video marketing 確確實實唔係遙不可及嘅產品，係近在咫尺。只要大家用時間花心思去做，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。光纖為我哋帶嚟個網速，科技為我哋提升咗空間。我哋今日做生意嘅朋友，有邊個可以講俾我哋聽，佢係唔需要借助互聯網？既然我哋要借助互聯網，我哋可唔可以離開 Google 呢個最大嘅搜尋？確確實實個答案係唔可以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，佢係唯一一個可以進入中國市場嘅平台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或者廣告播放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大部分嘅觀眾，你嘅消費群體可以直接觀賞到你嘅視頻。同時，佢哋用智能手機上網，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或者 Apps， 就可以直接觀賞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不妨同我哋聯繫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
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，重新出發。時間係下晝3點至5點。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大家點擊呢個鏈接，下載報名表，報名參加，或者打電話俾香港工業總會諮詢一下。多謝大家。